哦，那财政部的管理方式还是挺周密、那挺我们的齐全的哈。我们的财政管理，比世界很多组织誉为那种流亡的一种就是组织里面，那么就管理最透明，那么最科学化的一个管理方式。哎，好，对，可以看出。对呀。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外交部，还有宣传部，对吧？对。那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流亡在外的政府来说，那肯定外交与宣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对。那你能否介绍一下这外交部与宣传部的实际工作情况，还有重点工作方向、范围？然后我们还是不是在外有什么机构，驻外的那种机构？对。其实外交与新闻部它是两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成立一个机构。其实很多国家它外交部是外交部，那么它是宣传部宣传部，那么我们就称为外交与新闻部。那么新闻部它主要搞宣传工作，那么最先我们是宣传部，因为我们的很多工作需要靠对外的宣传、对内宣传来进行，因此呢，宣传部。那么宣传部下面呢，它像当时的这些最先的这种形式下，它成立了一些杂志，像知识杂志啊，那么西藏自由报啊这样一些报刊杂志的形式来对外宣布。那么现在呢，因为已经进入一些现代媒体时代，那么宣传部下属它除了原来的这些杂志跟那个报纸以外，那么它的网络非常速度非常的就是发达。那么网络里面它包括了中文网络，那么藏文网络、英文网络，以前还有那个印度文的网络，以前还有像法文的、西班牙语的网络，那么还成立了专门中间道路的，就是中文跟藏文、英文网络。还专门成立一个，下面还有西藏宣传部下属的一个电视台，那么它每天的就是说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部的一些工作，那么新闻它都会用电视新闻的方式播出来，当然还有网络新闻。都说这些宣传它是面向全世界，那么最可惜我们都知道在大陆都是被屏蔽的，看不到。对。除了这个以外，那么外交部的工作主要是对外外交。那么我们现在在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台湾、亚洲，那么总共有11个驻外机构。那么驻外机构这些都代表的是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驻外大使的工作。那么这些很多工作它都就是包括了世界上的几大洲的所有工作。因此呢，外交部它现在外交部的部长他是兼任是外交与新闻部两个职能机构的一个总的负责人，下面他成立2个秘书长制，一个负责外交，一个负责宣传。那么除了这些以外，那么外交部下属他还成立他当那个印刷中心，包括还有电脑中心，然后负责维修所有，就是负责维修，不仅仅是负责维修，包括电脑的这种防范黑客入侵的这些安全工作都要由外交与新闻部来管理。因此这些驻外机构的各个机构里面，比如像日本的我们的驻外机构，它有日本文方面的宣传机制，那么全部用日文里面宣传西藏文。那么在台湾的，比如像用台湾的，就是说中文来去宣传。那么像法国的，它有法文里面它有网络这种宣传。因此呢，当然呢就是外交跟宣传的就是2个就是责任一起。那么除此这些以外，还有华人最多的这些地区里面，特别是华人联络官、华人事务联络官，像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因此呢，外交部工作涵盖的整个这些。那外交部的体系范围都很大对，工作对很大的一个部门，那么就干部也就说也很多的。对。那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也好，政府也好，那司法跟的立法还有行政这3个是缺一不可的一个这种机构。所以说我想在藏人行政中央我们也拥有一个司法机构，对吧？那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的话，那司法机构的工作范围
那肯定是很大，对吧？对，但作为一个流亡行政中央，就作为一个藏人行政中央来说的话，他的司法机构跟的部门，他的工作又是什么？对，那么我们你看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需要成立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立法机构有了，那么行政机构呢有立法的，由行政它去实施。那么行政跟立法之间出现问题，那由谁去裁决？那必须有一个司法机构。那么我们依据印度的宪法，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我们的流亡藏人宪章，我们就规划了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机制。那么最高法院的建立机制，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之下，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只能就是说它只能裁定一些藏人内部的一些民事纠纷，那么很多刑事方面的它不能裁定，因为这涉及到印度的法律，那么应该是由印度来管。那么这个里面除了最高法院的成立以外，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多的地方，就是说藏人定居点里面，那么以前呢我们设立就是说流亡藏人宪章里面规划了一个巡回法庭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呢一直没能建成。那么按照现在呢，它就成立了南部的法庭，包括北部法庭，包括东部，也包括拉达克，然后就这些涵盖了所有的藏人定居点的地方事务的一些裁定工作。那么在尼泊尔，它又成立了4个像这样的一个地方法官，就是说地方法院。那么可以说整个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好，整个藏人定居点它所出现的一些民事的纠纷，它都可以并不是由当地的行政首脑去解决，而是直接可以告到法院里边。那法院呢，它又不隶属于行政跟议会任何下面，它的权力是最高的，因此呢，它就可以公正的裁定民主间所发生的任何的民事纠纷，因此这涵盖了所有的藏人定居点。那这样说，我们的司法机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机构，对吧？不仅独立，他的最高法官的那个权力高于地位高于司政跟议长，他应该是最高的，对地位。那么在地方也是，他是地方就是地位最高的法官，因此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最高的司法体系。好，那你作为一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那我觉得我想你对议会的了解肯定是很好的，对吧？所以说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个藏人行政中央议会，就是议会部门他们的工作范围、方式，还有他们的监督对象，还有权利，对吧？还有他们议会议员的组成是怎样组成的，以及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好，那么议会我们知道是立法机构，那么它最重点的工作是立法。那么我们处于一个流亡的一个阶段，那么也不会有很多法律可以立，那么它还担当一种监督政府的一个责任。那我们的这个民主机制其实是一个并没有政党政治的一个民主机制。那么呢，没有政党政治以后，这里面当然就不存在了，就是说执政党跟在野党的之分。那么议会它担当的一种对政府的一个执行工作的一个责任。因此呢，议会它在3月份的会议里面，它每年开2次会议，那么一个是3月份，一个是9月份。那3月份的会议主要是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预算的那么就批准会议。那么9月份主要是他要审批，那么3月份的预算审批里面，政府答应的那部分里面呢，他的工作报告，那么逐一的审批你以前答应的，那么我们预算报告下去的，已经批准下去的完成没有？那么哪些没有完成？那么对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进行审批，那么最重要是这2个责任。那么议会呢，它一共是45个议席，现在是44个，将来会有45个议席。那么这个组成分配方式是，我们知道整个西藏我们有3大区域组成，那个3大区域组成里面
包括了威章、康巴、安多。那么这3个区域，它代表整个西藏的山区的人民境内外藏，那么就各10名议员。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5个教派里面，每个教派各2个议员。那么现在我们在国外的藏人定居的国外的藏人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北美它有2个议席，欧洲有2个议席。那么今年又重新在澳大利亚，包括亚洲的像日本、蒙古，像那个台湾这些定居点呢，藏人就是说越来越多以后，给他们分配了个议席。那么这样呢，就是说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的议席变成45个。那么在各个山区的那各10个里面，在投票的时候必须要选择2个女的议员，就是不少于2个女议员。那么我们都知道，议员的选举它是直选产生，那么在每个区域每个教派它都会直选产生。那么在国外的它不分区域跟不分教派那么组成。那么我们的议会除了3月份跟9月份的会议以外，日常的工作呢，它又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那么常务委员会它是各区2个议席，然后每个教派它1个，那么就是有11个议会议员组成一个常设委员会。那常设委员会它有分下面有3个部门，工作部门，也就3个委员会。那么3个委员会它包括一个政治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个行政工作委员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独立募捐委员会。那这3个委员会它行使就是说日常的议会的工作。那么除此以外，我们都知道3月份的预算里面，它会出现有很多不可预估的一些预算方案，或者说我原来预算里面再重新找到了很多援助的一些资金，然后它需要这种增拨方案，就要求由议会来批准。那么议会3月份没有开会以前，由议会常务委员会它负责审批那么政府各部门的需要增拨的预算方案。那么在3月的会议里面，把所有已增拨的这种预算方案，那么就直接报告的议会，形成一个由议会的总批准这样的形式工作。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各地方的自由捐、募捐运动会，包括地方议会的工作，那么驻外的这些藏人福利机制，那么就说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直接还要由议会来承担。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知道议会还要在议会开会之前，如果最高法官或者说3个独立部门的一些负责人需要增补，那么比如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那么就因为退休，那么就需要增补，那么全部都是议会常务委员会由他来选举，就说投票通过。因此呢，议会的工作大概就分这些。那么议会里面我们都知道，80年代以来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藏人越来越多，这样以后呢，现在整个议会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各50%的，也就是说在印度出生的50%，吉林出生的50%，形成这样一个。那么女议员的就是人数也达到了25%以上。那么议员的这种文化结构，那么就是很高的，在就是说整个流亡社会里面，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像各个教派里面的这些博士级的，那么一般的学校培训，就是说毕业出来的像研究生级的，包括还相当于那个博士级的，那么就他具备了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人才集中的一个地方。那议会现在的议会还是一个人才集中点啊。不仅人才集中，而且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对。那这里面包括懂传统的，也懂现代的。那这里面包括懂经济的，懂政治的，那么当然也包括了懂中国的。对。对。那现在我想跟三建真先生提一个有关。我们也知道，以前我们管这个政府叫做西藏流亡政府，对吧？对。但是几年前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是说，现在我们通常就是说藏人行政中央。对。
那为什么我们就把这个名称啊改掉了？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个，那么我们刚才一直谈到了就是说战略行政中央的三权分立这一结构。那么作为一个民主化的，除了这三个就是说三权分立的这一立法、司法跟行政以外，那么它还需要一些独立的一个部门。因为我先需要介绍一下这三个，因为我们还有三个独立的一个部门。那这三个独立部门，他说最主要的是一个就是说审计署，必须是那个审计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议会的批准，行政的拿钱，那么这个钱真正的用上没有，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审计署来审计。那么审计署的有关部门，他没有按照当时预算报告他自己使用的，那么他把这些审计的这些情况报告写出来以后，那么议会专门还需要成立一个民众监督预算委员会。那么这样的形成一个行政该下的那个行政部门，他不能乱用这些钱。那么就这个审计署这个独立的部门，除了以外，我们还有个公务员选拔委员会。那么公务员，一个政府它需要很多公务员。那么我们都知道，各个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果他有权利，没有个独立的选拔公务委员会的一个机构，那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他可以按照像中国这样就是说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他可以任意的按照自己的亲戚左右。因此呢，政府它只能制定一个机构需要多少编制。那么公务员的选拔，一个独立的一个公务员选拔委员会。那么我们的公务员选拔委员会的负责人，包括审计署的负责人，都是由议会来任命。因此呢，这两个工作，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现，它就要体现在民众的这种选举权。那么它这里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选举委员会。那么中央选举委员会它下属还有地方各个选举委员会。那么这些三个独立的部门，它的就是说整个资金预算由议会批准。那么它的就是说人事的任命，它根本不属于一个政府，就是说行政的下面，因此它可以独立的运作以后，这三个成为一个非常独立一个工作机制。因此呢，我们的选举工作，那么就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公务员的选拔，都是无法产生一些就是说避选或者说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安置自己的亲戚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讲的资金的这种使用情况的科学化，都形成了这些独立部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咱们就是说流亡政府，那么我们最先那么就为什么要改成战略行政中央？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流亡政府就是西藏合法政府的一个延续性。那这个噶当彭庄政权由于中国的入侵，它需要流亡到印度，那么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那就是整个噶当彭庄西藏的整个历史脉络很清晰的一个噶当彭庄政权的延续。那么2011年开始，达赖喇嘛把他的所有的政治权利，也就是移交给民主选出的政治领袖以后，那么我们对噶当彭庄政权的这一名称也做出了修改。那么做出修改了有多种考虑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达赖喇嘛一直在讲，我们要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必须要保持乐观的一个希望，但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那么做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的西藏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里得到解决，然后我们所讲的我们这个流亡政府，不管它名称怎么改，这组织的继续延续继续存在非常重要。那么通过10多年的我们对流亡政府的很多机制，通过这种合法注册登记的方式，比如像宗教、文化、教育及合作化这样的形式，我们印度政府的下属能够就是合法注册的登记延续下来。那么第一个考虑到一个政府流亡政府这一名称，因为中共的这种压力以及它的一些渗透，它可以进入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在文字上留下一些把柄，抓住的把柄。那么对这个流亡政府的
继续存在会产生威胁。那么呢，名字怎么改不一样，但其实它的内容里面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议会同样存在，那么阁下也存在，司法机构也存在。因此呢，不管外面名称怎么改，其实它的里面的本质是存在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的一种环境之下，那么文字上留下的一些把柄会成为以后，那么就威胁流亡政府继续存在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就改变成藏人行政中央。其实藏人行政中央真正的其实含义应该是藏人组织。那么我们也知道，阿拉法特，我们知道民族权利什么解放委员会，这样名称其实大代表这个国家。因此，其实呢，藏人行政中央这个名称改变了，但是呢，它其实代表的还是整个西藏在历史上的这一合法政府的延续性。那么这个合法领导的这一政治职务，它移交给了民选的，是民主自己选举的一个政府领导人。因此呢，历史上的合法性，那么国际法上的一种合法性，然后民众对他的这种承认，都存在了。名字怎么改，它其实就是代表的西藏600多万藏人利益的一个合法政府。谢谢。那今天就感谢格桑金正先生来到我们本台演播室谢谢。好了，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谢谢。